商台深夜節目《光明頂》停播，由陳志雲嘅新節目接棒。據報道，《光明頂》將喺1月16號星期五播出最後一集，下個星期一起就會有新節目，又係時候同一天講再見上場。新節目嘅前半部分會由志雲大師主持，後半場就係由前立法會議員江玉歡主持。而商台另一時評節目由潘小桃等主持嘅國際線，同一時段亦會由樂樂主持嘅樂和心事取代。商台講今次調動係以日比力、夜喘息為方向，希望加入更多生活分享同陪伴元素，為香港人注入更多情緒價值。陶傑就話自己主持咗超過22年嘅光明頂，都覺得有啲疲累啦，話正常節目調動係合理。商台嘅說法係整體電台節目改革嘅一部分，想將深夜節目轉向講更多生活感受、陪伴同情感價值，而唔係傳統時事評論。對商台嚟講，可能係想吸引唔同類型嘅聽眾，想令深夜時段俾聽眾更溫柔啲去喘息。講到商台官方形容新節目嗰句日比力，老老實實，除非你份工本身就係返夜班，例如揸夜更的士、做便利店、醫護、保安嗰啲，否則日比力、夜喘息其實係人類最正常嘅生活模式嚟㗎啦。日頭返工已經夠忙，夠多嘢要應付，真係俾晒力。夜晚就梗係會嘆下休息下，放鬆自己，唔再處理複雜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正常不過。所以有趣嘅位就嚟啦。當一個媒體機構要特登將呢種正常嘅生活節奏拎出嚟做一個全新嘅方向，喺某程度上其實就等於承認咗一樣嘢，就係而家我哋嘅生活本身已經好唔正常。因為如果大家真係可以好自然咁喺日間俾晒力，夜晚休息，根本唔需要有人提醒你夜晚可以喘息㗎。需要被標榜、被包裝、被寫成所謂嘅新方向，往往都係已經失衡咗嘅狀態。換句話講，日比力、夜喘息聽落好似好溫柔體貼，但背後反映嘅唔係話大家生活過得有幾好，而係大家其實已經疲累到一個點，連休息都要有人幫你安排同解釋，而呢一點可能先至係呢個新方向最耐人尋味嘅地方。光明頂嘅結束係咪意味住香港人太過疲累，世界太亂，叫大家唔好再諗咁多政治、經濟、民生嘅問題，而喺夜深時分就讓志雲大師同江玉歡女士為你提供一個喘息嘅空間啦。放眼世界，其實呢個趨勢唔止發生喺香港。喺美國有深夜節目由政治諷刺嘅風格轉向生活閒聊，台灣部分電台時段由評論改做心靈雞湯，日本深夜廣播亦越嚟越強調陪伴感而非批判性內容。又等我講下美國嘅主流電視節目，由 Stephen Colbert 主持嘅 The Late Show with Stephen Colbert 係長期以最直接、最尖銳諷刺特朗普嘅深夜節目之一。Colbert 本人早年喺 The Colbert Report 時期已經以誇張角色方式諷刺保守派政治文化，呢個定位一直冇變。但去到特朗普執政期間，情況開始有轉變。特朗普本人多次喺社交平台公開點名批評 Colbert， 指佢節目低收視、失敗同政治偏見嚴重，甚至公開攻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 質疑點解要容許呢類節目存在。呢啲言論全部都有新聞記錄，唔係坊間傳聞嚟。到2024-25年，美國媒體分析已經普遍指出，政治諷刺類深夜節目同傳統電視平台之間嘅關係已經變得極度緊張。美國衛報分析指出，政治高度對立，加上廣告市場轉弱，令純政治諷刺加免費電視成為高風險嘅組合。CBS 喺呢個背景之下決定取消 Late Show， 官方嘅理由係商業同策略調整，但外界就普遍認為政治壓力同長期點名攻擊係無法完全忽視嘅背景因素。至於另外一位主持人 Jimmy Kimmel， 情況其實相當類似。Kimmel 喺 Jimmy Kimmel Live 入面多次公開批評特朗普政策同言行，結果同樣成為特朗普攻擊嘅目標。特朗普唔止一次喺社交平台要求封殺 Kimmel，甚至公開呼籲電視台炒佢魷魚。期間 Kimmel 節目曾經出現短暫停播、改期、調整內容等情況，後來更引起美國演藝界公開為言論自由發聲。重點唔係邊個節目被收皮，同邊個主持被針對打壓，
而係一個結構性嘅現象。當有政治人物直接將矛頭指向節目主持人同電台、電視台，深夜政治諷刺就唔再只係娛樂大眾咁簡單，而背後亦都隱藏咗高風險管理問題。結果係咩？節目未必即刻被禁，但會慢慢被邊緣化，例如縮減預算、調整節目定位，最後以商業理由下命令節目全面退場。而呢一點真係唔止發生喺美國，只不過美國嘅例子有完整公開衝突嘅記錄，反而更加清楚俾我哋睇到，當某啲權力直接落場插手干預，深夜評論節目往往係第一批被打殘嘅對象。所以當我哋再回頭睇日比力、夜喘息呢個商台新方向，其實就更加明白點解全球媒體都不約而同咁選擇將深夜時段由批判轉向陪伴你去喘息。各位聽緊嘅係亂粒秘笈，歡迎大家留言、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呢一個小小嘅頻道。下次再同你哋亂粒過，拜拜。